发到关起来。咱嘛要做准备心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丰盛的恩典充满伫阮的中间。你收拾一切好物予阮，供应阮一切需要，互阮伫你的保守看顾下面得到平安。主，我们献上阮的感谢。主，特别你看，你怜悯阮软弱的罪人，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互阮会当透过主耶稣基督受苦定十字架，流出伊的宝血，来洗清去阮的罪。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怜悯阮。阮是软弱的罪人，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去阮，通互阮无惊吓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今日是中秋主日，接续着要受难周。阮求主帮助阮，伫受难周的这个过程中间，搁一遍思考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做的一切，透过敬虔，透过读经祈祷，搁一遍甲主结连有亲密的关系，求主帮助阮。阮这时也要敬拜你，阮求主利用圣神引带阮，互阮会当将阮的敬虔、阮对你的尊敬，完完全全表露出来。也透过吟诗，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予你。透过牧师的传讲的信息，搁一摆明白你的心意。今日也是阮为着原住民传道者的奉献主日，求主保守看顾，互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教会，无论伫城市，或者是乡村，伫海边，或者是山顶，阮伫无共款的葡萄园尽力做工，阮同心一致来兴旺福音。阮求主，阮能透过这个主日，搁一遍来参与原住民的宣教工作。帮助原住民的传道，会当得到主你所赏赐的恩典。阮求主你帮助阮，阮也特别将所有的教会拢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兴起教会，互教会拢会当高举你的性命，荣光你的性命。亲爱的主，阮特别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国家台湾，互台湾真真正正，让得到真实的和平、公义甲仁爱。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su bala kia lửa chỉ cơ bala kia nu kia lagi baleti haga betunu kani lahi mungi kemu unga patas na ungat palauzila anagang inip sekut gagata ungat ngasala ungat tatak uzila anaga chukya konguna utu anasumungi Anasumungi lahi mungi chuk inu kikolan su giwai khengiyang kya quan lelu kya anababa Untuk maling ayayaga Sigal sa laliw Siskura sa asyaw Mama Unga patas na Ungat palauzila Anang inip sekyut gagata Ungat ngasala, ungat tatak uzila, anaga chukya konguna utu.你是我对地的极头带来的。对上远的角落调来的，我有对你讲，你是我的仆人，我有精选你，袂弃杀你。毋免惊，我不是甲你同在；毋免惊，我是你的上帝。我要互你坚强，要帮助你，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兄弟平安。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圣诗27首，我主上帝。圣诗27首，我主上帝，请起立来吟。
徛坐且坐，这是咱三个来祈祷，请通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真假你谦卑来到圣殿敬拜你，恳求圣神安静阮的心，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听到主你要甲阮所讲的话。阮恭敬将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来带领。主啊，求你来赦免阮伫无意中所犯的罪，有时生活无好的见证，亏欠上帝的荣耀。求主坚固阮的信仰，清去阮的心，互阮有正直的灵，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互阮离开世间侪侪引诱，凡事来倚靠主。无追求家己意爱的，独独追求上帝的心意。毋是倚靠家己的聪明，无看家己做有智慧，着敬畏上主。恳求主赐互阮有对主来的智慧，真做合伫上帝你心意的人，荣光主你的性命。主啊，今仔日是中秋主日，回想主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众人学乐伊，主耶稣基督行往各各他受苦的路，定死伫十字架，这是何等的疼！感谢主无比的疼，互阮来领受救恩。求主帮助阮，哪来哪听你，加替阮的困难，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疼。主啊，阮嘛要为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上帝教会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是教会根基，求主赐福牧师团以及长职以及所有同工的团队，有对天来的智慧，嘛有健康的身体以及合一的心来服侍主、服侍人。宣教事工有果效，门徒教做工，人人加做基督的精兵来传福音。求主复兴上帝教会。信主的兄弟姊妹律拿加持，祝福阮的教会真侪众人的祝福，也为着原住民的宣教来祈祷。透过每一位原住民牧者的牧养，互福音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保守牧者的生活无欠缺，上帝恩典有够用。阮嘛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掌权伫台湾。赐智慧，互所有的行政的团队行公义，制定合理处理心意的政策，祝福伫这个土地所有的百姓有对主来的平安。嘛为着心灵有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掌权，互因的心灵得到坚固，满有平安，有气力来行头前的道路。嘛为着今仔日讲道的永远圣欢迎平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是咱要三个来启应文18篇，伫咱的信息后面27页的所在，启应文18篇，咱要三个来启应。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甲世界你也袂做成，你互人归途。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因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
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第时年，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这些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感谢主。这时，来要请新泰教会诗班来带咱来学乐上帝，因的诗歌是伫至悬的所在，伫至悬的所在。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
感谢新泰教会诗班透过诗歌传咱来敬拜上帝，用真水的歌声传咱来学习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要三个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阿摩司书第7章14到15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1762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第1151页的所在，咱三个来读14节。阿摩司应阿玛谢讲：我毋是先知，嘛毋是先知的徒弟，我是饲羊的，嘛伫照顾生在场。15节。我伫过犹群的时，上主呼召我，甲我讲：你去对我的子民以色列传达我的话。第二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6到31节，伫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359页，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254页的所在，咱共读26节。兄弟姊妹，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济人有智慧，无偌济人有能力，无偌济人属上流阶级。27节，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毋就目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29节，对安尼，世间人就无人会当伫上帝面前夸口。毋过，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加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同时，加做上帝圣洁的子民，阁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要夸口的人，就夸口主。以上，愿上帝祝福愿意听伊的话，阁安尼来行的人。今仔日真欢喜，咱要邀请到阮信牧师来传讲信息。伊的信息是：啥物人来传讲上帝的话？啥物人来传讲上帝的话？咱用恭敬的心来领受。爱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平安，有个大哥啦，没得睡。大家平安。我的名字叫做一万，这个名字是从我泰雅族的外婆给我的，它是用来纪念她来自于世纪部落的母亲的名字。我的名叫一万，是对我的外妈所来，是对台雅的语言来讲，来纪念我的母亲的名。那后面的sing SING 不是英文的 sing， 不是做的意思。好，不是唱歌的意思吼，不是讲唱歌的意思。sing 的意思呢，其实它是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是从日语来的，所以是我爸爸的名是为日语来的。好，我们是父子联名这样子，跟泰雅族一样。阮是爸囝做伙用名，是亲像台雅的传统。好，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我第3次来到双连教会的讲台。这是我第3届来到双连教会的讲台。第一次是在20多年前，为了东华大学爱的团契，为了要募款买电子琴来到这里。第一摆是20几年前，为着东华大学的听的团契来募集电子琴的设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青年、原住民青年都是来自于原乡。那教会安排我们睡在7楼的主日学教室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有电梯。迄阵真侪
原乡的青年来到双连教会，困伫7楼的主日的教室，感觉真幸福，因为有电梯。那第二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跟玉山神学院老师叶叶玲老师，还有纳鲁湾合唱团一起来这里，然后为的是我们玉神的新的大楼募款。第2摆是10几年前，甲合唱团以及其他的同工做伙来，为着玉山实行伊新大楼来募款。第3次我来到双连，是因着我的父亲的故乡法达岸。第3届来到这，是因为我爸爸的故乡法达岸。去年9月23号，谢谢大家这么关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受灾当中得到你们的鼓励跟勉励。去年9月23号，在这个受灾内底，阮真感谢你，互阮伫受灾中间得到鼓励。然后教会的长老与我联络后，我们一起到光复乡的最北边的部落嘉里洞去安慰那边的会友。教会长老甲我联络了，阮就做伙去到上北的嘉里洞的附近来安慰遐受灾的会友。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有机会跟双连教会，还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社部有一个连结。因为安尼，我会当甲少年教会、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教社部有更较深的连结。那今天我是代表光复重建工作站萨卡比奥的主任的身份来到这里，跟大家请安，还有分享上帝的话语。今仔日我是用萨卡比奥光复重建工作站的主任的身份来甲大家请安，也分享上帝的话语。那在我们听信息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谢谢主，你爱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里面，你聚集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愿以下的时间有圣灵的引导，不论我们的讲者、翻译者、听的人都蒙受你极大的恩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教会提供给我的周报里面告诉我说，今天是关怀原住民传道牧者的主日。伫周报内底，我知影今仔日是关怀原住民牧者的主日。这个让我想到2012年我刚开始牧会的第1年发生的事情。就我想到2012年我第一年牧会所发生的代志。第一天我到教会的时候，长老对我说：“我们教会只有15个人哦，谢礼不是很稳定。”长老甲我讲，阮教会敢若15个人，谢礼无介稳定哦。但是如果你想吃饭，可以到会友的家。你食饭会当到会友的厝。那我就想说，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就 OK 了。迄阵我想有通食，有所在通住，已经通知足。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先知，包含我们的使徒们，他们每次在传道或是要去说上帝的信息的时候，连住的跟吃的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圣经内底先知也是使徒，有当时传讲上帝话语的时，要食啥物，要到倒位住，拢也个唔知。虽然我的教会所提供给我的牧师馆很简陋，但是相较于会友的家，已经是很安全完整的。虽然牧师馆真简单，但是甲会友所在的所在来比，已经是有够严，也真安全。我有许多过去的工作的同事来拜访我的时候，就说：“你真的还可以住下去吗？你要不要转行了？”我以前的同事来拜访我，就甲我讲：“你敢会当个大落去？你要转行无？”可是我心里想说：“我不是因为受到上帝的呼召转行来这里传道吗？”我常常在想，我毋是因为受上帝呼召，所以转行才来到这的嘛。我牧会了1年半之后，教会以无法提供谢礼，希望众会把我调到别的教会去。1年半了后，因为经济因素，教会希望我调去别的教会。可是我心里面真的知道，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迄阵我心内其实知，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教会认为，我们教会的资源只可以给我们的会友。因为教会感觉教会资源敢若会当互会友。
他们希望教会不要过度的参与社会或是政治任何的问题。因感觉教会毋好过度参与伫社会也是政治的议题内底，但是选举的时候可以帮候选人站台。但是选举的时阵会当甲候选人站台。这个时候我就在问啊，什么样的人适合传讲上帝的福音呢？迄阵我就咧想，就咧问，总是倒一款的人会当传讲上帝的福音嘛？你们对于传讲福音的人、传讲上帝的话的人有什么样的期待？恁对传讲上帝福音的人有啥物款的期待啊？我相信在这间教会的所有的牧者，都是你们很期待的讲道者，对吗？我想，这个教会所有牧师，拢是恁所期待的，敢毋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了2位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阿摩斯，一个是保罗。今仔日的圣经讲起2个真重要的人，一个是阿摩斯，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突然间被呼召的先知，一个是突然间受呼召的先知，一个是半路出家的使徒。一个是半路出来的使徒。那一个出现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一个是向别的国家的人宣告上帝审判跟怜悯，一个是对别个国家宣告上帝的审判甲怜悯。一位是对外邦人来宣扬基督的救恩。一个对外邦人宣扬基督的福音甲救恩。从这2个人的背景，我们看起来他们好像很不一样。这2个人的背景看起来哪亲像真无共款。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是男性。唯一共款的是，因拢是男性。在今年过年之前，我参加了原宣所举办的原住民青年查经营。伫今年过年之前，我参加着原先所举办的原住民青年的查经营。那在这里查经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的是阿摩斯书。伫遐做伙读的是阿摩斯书。我重新的跟青年一起读的时候，我发现到阿摩斯不一样的一面。甲少年做伙读经、做伙查经，我看见阿摩斯无共款的所在。我相信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到好像一开始一连串都是审判的信息。咱在读这段经文一开始，那亲像拢是审判的信息。那青年就说：“哎呦，如果我的牧者每天都讲这样的信息哦，我觉得我是很没有用的人。”迄个青年就讲：“那每一个牧者，那牧者每工拢讲这个信息，我就感觉我是一个真无路用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会犯错，阮知阮会犯错，但是一直都是负面的信息，感觉非常的沮丧。但是拢是负面的信息，互人感觉真正艰苦。但是当我们读到第7章的时候，好像又看到了另外一位阿摩斯。但是到第7章，咱看见那亲像是另外一位阿摩斯。这个阿摩斯就像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的样子，那亲像创世纪内底亚伯拉罕为罗德来代求的状况，为他身边的所有百姓向上帝求情，为身躯边的百姓来向上帝求情。突然间，那个铁面无私的先知变成一个充满怜悯的人。迄个铁面无私的先知变做一个充满怜悯的人。这时候青年就说：“如果我们的牧者、我们的辅导都是这样为我们代祷，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会充满活力。”青年就讲：“那阮的辅导、阮的牧师会当安尼为阮代祷，教会就会充满活力。”但是很有趣，我们又读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阿摩斯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但是咱搁读到今仔日的经文，阿摩斯安尼讲：“我毋是先知，我嘛毋是先知的徒弟。我是牧羊人，我是修剪桑树的农夫。我是供养的，我是种菜的。”如果今天有一个来到你们教会说：“我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我只是一个农夫，我要来跟你们讲道。”今仔日若有一个人来甲咱讲，我毋是神学院毕业的，我是一个种菜的，但是我要来恁讲道。你们要听他讲道吗？你们听因讲道吗？更何况这个阿摩斯要到别人的教会、别人的国家里面去讲
审判的信息。何况阿摩斯要去别个人的教会、别个人的国家来讲审判的信息。去年923洪灾之后，有许许多多的专家来到我们的部落。去年因为大水了后，真侪专家来到阮的部落。他们一直不断的用各样的科学数据来告诉我们，他们早就预测了这个灾难会有多大的影响。因讲讲，伫事前就因为科学的关系，因已经预测有真侪大的影响伫即个大水的灾难内底。我们的族人一听见，哦，他们是国家认证的专家哦，一定要注意听。所以部落的人就听讲啊，这是国家所认定的专家，咱来注意来听。可是很讽刺的，在灾难之前，我们的青年也用这些数据在跟我们的家人劝说。但是，互人感觉真无法度理解，就是进前阮的青年已经用这共款的数据来甲厝里的人讲。结果他们说，我们青年在危言耸听，制造恐慌。但是因讲，这青年是凊彩讲来制造紧张甲惊吓。如果要说专业，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在当时候最专业的人。若讲到专业，保罗应该是当时上专业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老师在犹太议会里面是最受人尊敬的加马列。咱拢知，伊的老师是伫犹太议会内底上受人尊敬的加马列。而且保罗也可以直接从大祭司的手上拿到那个可以去做执行的任务，甚至保罗会当直接为大祭司的手中来摕到迄个直接执行的命令。可是当他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认为这些身份都不再重要。但是当伊拄到基督的时阵，伊感觉这代志拢无够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传扬基督，唯一重要的是传扬基督。最近我看到一个网络上招聘牧者的公告。最近我伫网络顶面看到一个聘任牧师的公告。这个里面的条件有说，他必须是神学士，有牧会经验。伊讲伊爱是神学院毕业，爱有牧会经验，然后最好是有师母，上好有牧师娘，然后会讲国语跟台语，也要讲华语甲台语，要带礼拜、带小组、带咨商，还要做社区布道。伊爱带礼拜，搁爱有即个带小组，搁爱有咨商的能力，搁爱有社区的报道。这个其实跟你们周报里面写到你们教会的团契一样啦，都很多吼。甲咱周报同款，有团体内底真侪的事。我在看这些条件的时候，心里面在想说，如果是阿摩斯他来，他会被录取吗？我在看的时阵就想，阿摩斯敢会受用？啊，如果是保罗来，你们会用他吗？若是保罗来，敢会受聘？这些答案可能都是没有。这答案可能拢是无，因为阿摩斯没有神学的学历，因为阿摩斯无神学的学历，保罗没有师母，保罗无牧师娘啦，我们两个也没有，阮嘛无，再加上我们是女性，阮嘛是女性，所以今天的各个教会的聘牧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即马教会聘任牧师的重点到底是啥物？重点不就是要传讲上帝的话语吗？重点敢毋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吗？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保罗提醒各教会，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保罗安尼提醒逐教会，传讲上帝的话语不是某个人的专利，传讲上帝的话语毋是一个人的专利。上帝的拣选常常是不一定是社会地位高的人。上帝竞选无一定是社会地位悬的人，不一定是学识显赫的人，毋是真有学问的人，更有一些是刚刚信主的人。可能是打信主的人。因为传讲上帝的话语的焦点不在于人的能力，因为传讲上帝话语的焦点毋是人的能力，焦点在于上帝的作为。焦点是上帝的作为。在1章31节，保罗引用了耶利米书。第1章31节，保罗引用耶利米书。谁要夸口，就该夸耀主的作为。
夸口的就夸口主。去年923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去年马太安溪的堰塞湖流出来，造成了7个部落不同的灾害的状态。造成7个部落无同款的灾害的状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教社部，他就召集了全台甚至海外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与救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教社委员会就调集真侪人做伙来关心、来帮赞。那在今年的1月1号成立了这个工作站7月1号来成立这个工作站，但是这个萨嘎菲奥工作站3月才开始。但是这个萨卡菲奥的这个工作站是3月才开始。萨嘎菲奥这个词的意思是邻居或邻人。萨卡菲奥这个字伫阿美族的话语中间是厝边的意思。我们在灾难当中发现一件事情：远水救不了近火。阮伫灾难中间知影，远远的水是救袂着近近的火。真正第一个能够帮助你的人，通常都是你的邻居或邻人。通常第一个会当帮助你的，拢是你的厝边。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记录的，耶稣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亲像路加福音内底耶稣所讲的迄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的工作站现在有3位全职、1位兼职的同工。工作站即马有3位专职、1位兼职的同工。除了我以外，其他都是非基督徒。除了我以外，无一个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他们在服事当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但是我感觉因伫工作中间会看到人甲人彼此的相听，就会体会到上帝如何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运行，就会体会上帝怎样伫阮的工作中间运行。这3位从你们的角度应该是一样哦，从左边到右边哦。左边是拉闷，右边是拉闷，中间的我旁边的是比杜，中间的我边仔迄位是比杜，然后最右边的是容易。上正边的是孙颖。那他们3位呢？其实他们也都是受灾者。因3位嘛是受灾的人，但是他们说，但是因讲，我们必须站立起来，来帮助我们的家人。阮应该爱站起来来帮助阮的亲人，因为在这一路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代祷。因为这一路中间有真侪人来帮助阮，搁为阮代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阮所做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兄弟姊妹，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这2个人阿摩斯跟保罗，这2个人阿摩斯甲保罗，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牧羊人修剪桑树的农夫，一个是供养的，是种田的，一位是曾经迫害过教会的人。一个是迫害教会的人。他们都在世人眼中是最不适合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世间人的眼中，因是上无适合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他们，上帝却拣选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条件好，毋是因的条件好，也不是他们最有资格，嘛毋是因上有资格，而是因为上帝愿意使用他们。乃是上帝愿意使用因。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今仔日上帝嘛呼召咱。也许你觉得我不是牧师，可能你感觉我毋是牧师呢，我也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我嘛无受神学的训练，我并不会讲到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袂晓讲到我只是普通的信徒尔。但是保罗一直提醒我们，但是保罗安尼提醒咱，传讲上帝的作为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传讲上帝的作为，毋是少数人的权利。每一个人被上帝呼召，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者。每一个人受上帝呼召，拢会当成做伊的见证者。你的见证不一定是要站在讲台上，你的见证无一定爱徛伫讲台顶，
你的见证应该更多的时候是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见证搁较侪时间是活伫你的生活中间。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彼此的撒加比奥。我相信咱拢有可能真做彼此的撒加比奥厝边。我们在灾难当中，在困难里，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伫灾难中间，伫困难中间，伫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彼此帮助。咱来彼此扶持，互相帮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咱安尼做的时阵，我们就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咱就是做一项足重要的代志，传讲上帝的话语。传讲上帝的话语。也许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职场里，甚至学校跟社会，可能伫你的家庭、你的职场、你的学校、你的社会，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做什么，你毋知影你会当做啥物，但是只要一个微笑，甚至一个帮忙解题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在传讲上帝的话语。可能是一个足简单的微微啊笑，一个帮咱解决的问题的一个过程中间，你就在传讲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所做的，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爱跟他的作为。因为咱用咱生命的咱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要做的是要来夸耀我们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咱是要夸靠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作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人。愿咱拢成做上帝为使用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是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呼召我们成为你很重要的见证人。呼召阮成做你真重要的见证者。也谢谢你要给我们勇气，感谢你，互阮勇气。当我们说你的话语的时候，带着能力。阮讲话的时阵就带着你的气力。愿主你也赐下给我们各样的智慧，愿主你赏赐阮各种的智慧，帮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刻，帮助阮无论伫什么款的时刻，都能见证你的爱，如同你起初呼召我们的光景。拢会当见证你的听，亲像你初初呼召阮的情形。更愿主你祝福我们所在的环境，求主你祝福阮所住着的环境，因着我们因为阮祝福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这是咱三个来言圣诗、信息395首。我是为着基督，咱起立来言。
遐说车坐，这是咱们萨格来奉献。遐说车起立，咱们三个来祈祷。下堂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小事阮万项拢到呀，互阮有气力、有能力来帮助搁较侪有需要的人，嘛加做教会圣工的需要。主啊，阮嘛要献上阮的全人来互主用，求主来感纳。愿上帝赐福伫每一间教会，领受主你丰盛的恩典。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遐说车坐，这是咱们三个来关心教会的圣工。本主日是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礼拜中特别
为着本会的关怀原住民传道者生活补助金的时间来奉献。感谢总会光复重建站的主任余万信牧师来到咱的教会第1场、第2场、甲第3场礼拜当中来讲道。嘛，感谢泰雅尔总会的新泰教会诗班伫第2场、第3场礼拜中的服侍，愿上帝赐福因伫所做的圣工，嘛赐福伫原住民传道者伫各所在的宣教的事工以及服侍。第2个报告事项，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也是中秋主日，纪念耶稣谦逊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着替咱救赎咱，行各各他受苦的路。本周嘛是受难周，呼吁兄弟姊妹应该尽量来避免宴乐到旅游，透过读圣经、祈祷、甲主同行，搁一摆来深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疼甲救赎。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的礼拜，时间是伫4月2号，就是拜四阴暗的7点半，伫10楼礼拜堂，请兄弟会当备办心来参加，甲主同齐道。即个礼拜特别要为着慈灵教育基金会来奉献。搁外一个赞美礼拜，伫4月5号，就是后主日，下早时10点半，伫10楼礼拜堂，邀请咱的兄弟同心来参加庆祝主国活。具体关怀的部分，本会的会友。联思会姊妹就是红玉好丢落的查某囝，伫3月9号安息主怀，已经伫3月28号，就是昨日念火化以及安葬。定伫4月18号拜六下晡点半，伫教会10楼礼拜堂要举行追思礼拜，请兄弟来关心、代祷以及参加，愿上帝安慰伊族。具体关怀本会的会友王阳朱贵姊妹、王阳朱贵姐妹，伫3月22号安息主怀，已经伫3月28号举行告别礼拜。感谢兄弟长久以来的关心、代祷，愿上帝亲自赐福。旧宝庄讲语所的报告的消息专题讲座，当灾害加做常态，教会要安怎加做一个社区的韧性的溃烂？讲员是吴洁颖丢落，就是现任的总会教社委员会的主委，嘛是台北市立大学城市发展的学校的主任。伫今仔日礼拜后第3场，咱这场礼拜结束以后，会当12点半食饭。12点半到下晡3点是专题演讲的部分。咱的讲座是开放自由入场，若是讲未报名兄弟，嘛是会当来参加，无限定已经有报名的人，要参加的人，都会当来参加，嘛真欢迎。若是讲你有预定简餐的兄弟姊妹，请你配合伫12点20分以前，伫10楼。礼拜堂外口的走廊来拿你的餐点，好，请大家当注意这个时间。好，刷下要请蔡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咱这时阵要请这助理二甲个青少年这学生礼拜吼，我们来颁发奖学金。
祈祷，毋敢若伫学校学习真好，也当伫品行顶面真做典范，真做老师同学的祝福。咱先来替因祈祷，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遮尔侪细囝伫阮的教会中间。阮知这是你丰盛的恩典，也是新的一代的活力。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因，互因伫学校的学习会当进步，特别甲老师同学斗阵的时。会当真做真好的和解使者，真做和平的使者，会当将祝福带予老师甲同学。求主赏赐因，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会当有真侪好的老师朋友来帮助因。特别阮遮时代，爱真做信仰的典范。互因学习，将来承接相连教会的未来。恳求主，你赐福看顾因，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特别请6年级朱恩宁同学来代表领这个奖学金。好，那小朋友慢慢出去哈，你们的奖学金在外面。感谢主，互咱的教会有遮侪细囝，好读册，伫学校甲同学嘛有真好的相处，好愿上帝赐福带领因的学习。嘛有让他们在学校有真好的老师，给他们很好的赏识，互因真好的教育。感谢主的恩典。这时要请梁牧师来欢迎来宾。伫遮要代表教会来欢迎来宾，有2位的新朋友伫咱的中间，一位是汪松远弟兄，一位是汪凯莹姐妹，请起来，互阮小看一下好无？伫后壁的所在，咱拍鼓来欢迎因，请坐。也伫礼拜了，请伫到对当天去到即个贵宾室的所在，互阮搁进一步来欢迎因。来，也搁有其他伫中间做伙第一摆聚会，兄弟也是新朋友，也无？好，多谢。咱今仔日有介绍到了，我们今天的牧师是1万信某书，我代表教会来给予欢迎。这是咱们因信信诗402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下次请起你来吟。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常常与每个弟兄姐妹们同在。愿主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如此的恩典直到永远。阿们。听这车坐，要倒下阮强受切恳。